把钱拿来，我要打牌去。这是给孩子的学费。挣什么学呀你？学费这来什么？学有什么用啊？啊！我就说娶了你。你谁？谁？滚小黑屋去！滚！孩子，放开他！滚！放开他！你滚！快起来！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这个贺锦熙，不就是让你当个清洁工吗？怎么这么小气？难道想离家出走啊？清洁工？哎，把清洁工负责人的电话发给我。谁呀？这么讨厌啊？不要保险啊？我是顾西城。嗯？啊？是顾总啊？废话少说，我问你，你们部门有没有一个叫贺锦熙的？您说新来的那个清洁工啊？对。今天你让他干什么了？我没让他干什么呀，我就让他打扫厕所。什么？卫生间？我告诉你，程莎莎，以后全公司的卫生间都由你负责。锦熙，锦熙，锦熙。锦熙，锦熙，锦熙，你醒醒，锦熙，锦熙。